好啦，咁啊，同大家分享下就關於呢個 Sony 維修啊，即係唔好係你話 Sony Nikon 又好 Canon 又好，其實好多年前一路都有喺內地維修嘅，只不過唔會特登講啫，明啊明，唔明啊明啊。如果你唔啱聽嘅，冇必要聽啊嚇，我都你冇乜所謂。只不過我覺得一間公司如果你外判維修服務咧，應該態度咧或者係個服務質素咧，要提升先啱嘅，即係因為我自己養唔掂。成本貴咗，咁應該外判成本平咗，對消費者都好咗。原來唔係喎，外判咗之後，原來好多問題。咁好似呢部機咁樣，佢6000幾蚊報價，再加350蚊檢查費，就7000蚊。咁你可以大家真係去認真下去淘寶 search 下啦。港水貨講緊都係7000尾到啦，港紙。點解唔加多幾百蚊就係買部新嘅咧？或者走去華強北買部二手咧，或者去星際8000蚊執部二手咧。咁Sony外判你嗰個維修公司，其實都係結構組裝啫嘛。你都係買塊板翻嚟組裝落去，咁咪就收我咁貴。我都打咗去內地嘅 Sony 啦。咁內地嘅 Sony 維修部，我話乜嘢都冇保養。總之我要換板同埋加人工幾錢？3000尾到啦，即係換隻真係4500蚊到啦。咁因為3000蚊一塊板，幾百蚊人工，合理啊，係咪先？大佬你要香港打個折，然之後俾翻我成6000幾蚊維修。嗱，好似呢塊板唔係 Sony 嘅嚇，再講清楚，呢塊唔係 Sony 嘅。我上半年即係25年嘅暑假，我 friend 壞咗個 Sony， 2年前嗰部電腦14,000蚊16,000蚊。16,000蚊百老匯有折就14,000蚊，2年後壞咗之後要7000蚊維修，因為要成塊板換。咁我去閒魚有一間嘢係專做呢啲嘅，專係批發呢啲板嘅，最貴嗰塊咧都係2400蚊。咁我閒魚翻嚟2000幾蚊冚落去就收下7000蚊，係咪好賺啊？係咪好賺？呢電腦係冇乜嘢嘛，將你嘅 SSD 懟翻落去。冇乜加密嘅，你總之同一個型號就好似華碩咁嘛，你會攞另一部電腦對翻啲嘢落去，拍翻啲落去BIOS save 翻啲嘢，打翻自己嘅 Windows 嘅登入資料，根本就呢部電腦又係用翻啦。最終攞去華強北都話唔使成塊板換嘅，有乜可能啊？不可能，不能這樣做，不能這樣。已經話俾唔可以咁做，唔可以咁樣嘥錢，900蚊。換唔知乜嘢電源供電定乜嘢啦，總之開唔到機，900蚊人工包料，佢已經收貴你嘅話，咁你可想而知，即係嗱，今次呢個單嘢咧就係1900蚊，1毫子價都冇講。深圳華強北路站羅湖過關過去最近噶，跟住就電子世界華強北電子世界去到尾嗰層。咪篤篤係2座嘅打通嘅，總之你去咪嗰度有小米嘅，下面有個小米嘅，上3樓就係。如果你唔中意嗰間，有好多間嘅，仲有好多間啊，就係佢對面咩電子世界之窗啊，總之有個之窗嘅，咁全名我唔記得咗啦，就對面嚟嘅啫，大字望到嘅嗰度咧，成個都係維修，包括賣嘅 DC 相機啊、二手 DJI 啊，乜都有嗰度大把維修公司，任何揀一間都嘅，差唔多都係呢個價錢。唔係佢維修就係隔離維修，你擺低佢維修唔到就揾得隔離嘅啦。總之個價錢好公道，1毫子檢查費都唔收，報啱嘅價啱咪報維修啊，唔啱你翻嚟攞翻部機啊，係嘛？同埋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試過嘅香港嗰個維修，唔知點解會插翻嚟個螺絲嘅，咁俾咗350蚊檢查費 A74，跟住咧。變咗俾人破處，啲螺絲咧扭到甩晒漆。咁好彩咧，我呢部機冇俾人插過，冇拆過。我檢查晒，我唔知佢工具係新啊，定係個螺絲批係新啊，定係咩啦？冇插花過，好彩我唔介意佢插花我嘅，不過冇喐過。咁我唔知個工具係咪真係好值錢啊？嗰個螺絲批咁其實華強北買一套貴嘅都係1-2嚿水啫，一套6支。咁我覺得。維修咧，即係後期嘅服務咧，真係好重要。不過同呢啲大公司講咧，都唔會理我噶啦。相信你都係香港代理啫嘛。
咁你作為好似 DJI 產品一樣啦，即係我唔係推銷，講多次，好似 DJI 咁樣，我個圖傳，我個 APP 炸咗落海，炸咗落山，總之我執翻，我交翻俾 DJI， 我同佢講我圖傳丟失炸機，總之行貨1毫子都唔使補，俾翻隻我，仲電話打嚟，點解有冇收到我貨啊？你有冇試過啊 ？O 唔 OK 啊？咁好，佢仲即係親自打電話。我每一次墮機壞咗一次機會嘅啫，可以免費。其實呢樣嘢佢喺服務範圍裏面係唔會包嘅。呢啲全部都係人為噶嘛。好似我呢個 O3咁樣啊 ，O3 我炸到歪晒，咁啊呢啲冇啦，咁啊炸到咁啊歪晒，梗係唔過意唔去啊！我攞去保養。咁但係我濕咗海水啊嘛，好啊，總之清潔乾淨。組裝好俾翻佢，佢都可以免費維修。點解我唔係叫 Sony 免費維修？但可唔可以做好啲咧？你都係結構組裝啫嘛，你將嚿嘢冚翻落去就收我咁嘅價錢，你咪叫維修咧？香港請唔到維修師傅，我覺得冇可能㗎，係啦。點解內地先達嗰啲維修手機啲咁叻？點解可以做到咧？請人工好難嘅，大佬萬幾2萬蚊買部機，售後服務係竟然咁樣，我使乜喺香港買啫？喺內地買得啦，永盛幾多大陸朋友嗰啲特登我都話你乜嘢都邊度冇買，百老匯你去永盛買，因為我哋香港翻內地買嘢係有退稅，咁內地人就冇得退稅啦。內地翻香港咧就有平，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喺大陸維修，大家唔使介意呢。不過有啲人唔啱聽嘅，唔啱聽咪唔好聽咯，係咪先？我慳我嘅成本，呢個係我嘅成本嚟㗎嘛，呢個係我嘅資源嚟㗎嘛，就係咁啦。